Hello 啊，Leo，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盈海20座嘅極高層 B 室，佢係一個特色一房，實用面積545尺。一打開大門，會有一個玄關位，戶主喺右手邊嘅玄關位置做咗一個儲物室。經過玄關之後，我哋會嚟到單位嘅客飯廳，左手邊係飯廳，設有對流窗。而右手邊就係客廳，玄關位置做咗一道磨砂嘅趟門，咁就可以確保返屋內嘅私隱。然後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外接嘅廣角露台一直由客廳延伸去到廚房嘅外面，飽覽海星灣景觀，可以遠眺慈山寺觀音像同埋船灣淡水湖。再由露台位置望返入去單位嘅客飯廳，戶主將儲物室嘅門口改咗喺飯廳旁邊。嚟到走廊，廚房改用玻璃趟門，工作台設喺左右兩邊。可以外望非常靚嘅海景。嚟到單位嘅浴室，外接一個工作平台，所以係一個明廁嘅設計。設有一個浴缸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空間非常寬敞，可以做到三邊落床。同客廳一樣，會外接一個窄身嘅露台，預留擺放衣櫃嘅位置，做咗一組到頂嘅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Leo，多謝收睇。